創世記第3章，人違背命令。耶和華上帝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走獸更狡猾。蛇對女人說：上帝豈是真說，你們不可吃園中任何樹上所出的嗎？女人對蛇說：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都可以吃，只是園子中間那棵樹的果子，上帝曾說，你們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們死。蛇對女人說：你們不一定死，因為上帝知道你們吃的日子，眼睛就開了，你們就像上帝一樣，知道善惡。於是女人見那棵樹好作食物，又悅人的眼目，那樹令人喜愛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她就摘下果子吃了，又給了與她一起的丈夫，他也吃了。他們二人的眼睛就開了，知道自己赤身露體，就編織無花果樹的葉子，為自己做成裙子。天起了涼風，那人和妻子聽見耶和華上帝在園中來回行走的聲音，就躲在園裏的樹林木中，躲避耶和華上帝的面。耶和華上帝呼喚那人，對他說：你在哪裏？他說：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，我就害怕，因為我赤身露體，我就藏了起來。耶和華上帝說：誰告訴你，你是赤身露體呢？莫非你吃了那樹上所出的，就是我吩咐你不可吃的嗎？那人說：你賜給我與我一起的女人，是她把那樹上所出的給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華上帝對女人說：你怎麼會做這種事呢？女人說：那蛇引誘我，我就吃了。上帝的審判。耶和華上帝對蛇說：你既做了這事，就必受詛咒，比一切的畜生和野獸更重。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終身吃土。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為仇，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。他要傷你的頭，他要傷你的腳跟。又對女人說：我必多多增加你懷胎的痛苦，你生兒女時必多受痛苦。你必戀慕你丈夫，他必管轄你。又對亞當說：你既聽從你妻子的話，吃了那樹上所出的，就是我吩咐你不可吃的，土地必因你的緣故受詛咒，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土地得吃的。土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淤泥來，你也要吃田間的五穀蔬菜。你必汗流滿面，才有食物可吃，直到你歸了土地，因為你是從土地而出的。你本是塵土，乃要歸回塵土。那人給妻子起名叫夏娃，因為她是終身之母。耶和華上帝用獸皮做衣服給亞當和他的妻子穿。亞當和夏娃被趕出伊甸園。耶和華上帝說：看啊，那人已經像我們中間的一個，知道善惡。現在恐怕他又伸手摘生命樹所出的來吃，就永遠活着。耶和華上帝就驅逐他出伊甸園，使他耕種土地。他原是從土地裏被取出來的。耶和華上帝把那人趕出去，就在伊甸園東邊安設基路伯
和發出火焰轉動的劍，把守生命樹的道路。